伊讲伊起价的时阵，这个旋律会唱出来嘛，退价的时阵哪会唱？对，亲像主题曲啊，演到有啥物戏机，有这个他一边这个退场的时候也有一个片尾曲。所以你甲记录落来啊？我迄时阵是三妈嘛，我就甲妈祖婆讲，妈祖婆，我感觉你唱的这足好听诶，我会使甲这录起来无？迄妈祖婆讲好啊。我感觉这真正介出名嘞！我著真正，我著甲这旋律，我感觉足好听诶，我甲这旋律著用起来。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还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透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时，听了欢喜。今日录音的时间是新历2025年的正月2号，是新的一年度的这个头一遍录音。那当年伫咧迎新上旧的时候，咱拢会翻头去看卖啦，讲咱过去这一年做过什么代志啦，留下什么款的记录。咱也敢若看现在数字，因为个人定会看讲过去我做几件代志，收听啥款做几集。但是我定感觉讲，咱也敢若看这个数字其实较无人味。我定就会想讲来过咱节目的朋友，因刷落来这段时间过了啥款，敢有一寡这个心境的转变甲因若有搁再来开讲，我敢会感受到伊有什么款的变化咧？新年度的头一集，咱邀请到旧年捌来过咱节目的朋友，这位朋友旧年透过着募资的计划完成一块专辑的出版。迄块专辑我真喜欢迄是伊的这个台语抑个伫咧拍拼当中、训练当中阮私底下嘛捌透过这个网络来联络的时阵伊有特别呛声讲伊即摆来要互我验收伊的台语的程度看伊经过这段时间讲台语敢有进步毋过讲实在啦，我是无伫甲人验收这啦我无收钱所以这就交互咱的听友家己去感受啦先来欢迎咱的来宾阿新曾立興。大家好，我是曾立興。大家好，真正你头拄仔讲，迄是毋是旧年啦？是前2年啊？更前2年啊？敢有遐久？2023。我一直想讲，咱半冬我住伫楼骹拄着你，想讲咱半冬无见啊？毋对呢，咱是冬，咱只是冬半无见，冬半无见，毋是半冬无见呢。我实在是时间过了伤紧啦，大家人生可能拢真无用。我有长高2公分无？可能有诶，头毛洗互较长诶安尼。所以真正冬半咧，冬半来其实真正足久啊呢。讲实在，你感觉这冬半前咱到底伫讲啥？我有印象中我来上你的节目的时阵，我感觉转去头公公呢。啥头公公？我无甲你下符啊。头公公就是因为你迄节目过台语啊，台语我感觉我转去想，我感觉亲像参加什么台语那个听力测验。我想讲头拄我著足认真想讲，你是咧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我著爱想一下，才甲你讲我的感想是啥物安尼。毋过我感觉我真仔听有小可进步，我家己感觉，我感觉你这自我验收，自我验收有啦。拄则咱来其实嘛先开讲半点钟啊。我是一来是想讲先私底下先罔开讲嘛，真久无看第二是嘛，互你。先热身一下先身体来规分输喙齿，耳孔拢先消好一下安尼确实是小可习惯一下。对，但是拄则你开讲，我就讲你敢若无啥问题你嘛袂讲就挡袂掉，你想要转换等于华语啊啥？我看听你用台语你讲嘛拢顺无啥问题啊。对啊，我想应该进步是真济啦，对吧？我毋知。所以你对顶边的记忆就是对头就讲的。我转去的时阵，我印象中来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压力淡薄仔大。我想讲过讲台语安尼，结果转去的时阵，我就感觉感觉天气冷冷头公公。
在此甲所有咱未来可能来的这个来宾啊，甲听友来说明一下吼。喺咱的这个节目内底，虽然阿德的全台语，但我袂强迫你全部拢台语吼，所以这个当然你袂使全部拢无台语吼，但是我袂强迫你全部拢台语，所以压力免伤大吼。咱是来开讲哦，但同时互大家浸伫咧即个有台语的环境内底哦，因为就算是即个台语的创作者，你讲日常生活内底是毋是有真侪台语，这是两回事哦。所以咱嘛无希望讲台语只是一个表演的语言哦，所以咱嘛希望讲，甲你对话有一个人甲你对话，其实是会使全台语的。或者你平常时无较惯势，全部拢用台语来讲话，但是也是会使来试看卖。那有法度讲，无法度讲，你用其他语言，当然你也有其他国家的语言，那么欢迎大家顺续做伙来学。就算我无真正会晓即个语言，你会晓一句两句，那么感觉会真趣味、真深熟，嘛是互相包容嘛，互相理解安尼。我家己有发现讲，因为我即仔平常时若是想要讲台语，毋管我去甲人洗头毛啊，还是讲去倒位买物件，我若是真正讲台语，就亲像一个开关安尼。通常对方就开始讲一寡台语的。我感觉其实袂歹啦。我拄过真侪情形，拢是我讲伊听有，当然我袂讲甲足复杂的啦吼。我讲伊听有，伊有法度甲我应对。伊反正是讲华语，但是伊知影我要买物件，我要点什么物件，甚至我拄着真少年的查甫囡仔伫咧即个利便店、便利商店哦，我都甲讲我要一杯小的美式咖啡。伊无加面咧，你讲美式咖啡，嘿，我就就安尼讲，伊完全无问题哦。反正咱会使伫咧即个生活当中，甲即个概念、即个观念，豆豆甲传出去，反正啦。当然有当时压力较大，我了解，尤其像台北咱电影发觉真侪人是，因拢会晓，但是因拢毋肯讲。就是较都市的环境，即款情形真侪，所以咱去讲的时候，会替伊甲迄个开关拍开，你知影？拄开始伊会反应袂过来，一段时间了，你加讲几句了，伊自然就切换过来啊。对。所以这是我感觉会使豆豆试看卖啦。所以你的即个经验，就是像拄仔讲的压力足大。我迄是年半进前来的时阵嘛，即仔就感觉可能熟悉较久啊。伫网络面顶有当时的，感觉我无较歹。其实是毋是讲歹的问题，是惊讲家己毋知要安怎讲。迄个时阵会感觉会惊讲，毋知安怎讲迄个词啊，还是讲安尼是要用啥物方式来讲我的答案。无要紧啊，咱就来讨论即个物件，对啊，讨论讲毋知要安怎讲即个词，反正会使安怎讲，这嘛是一款的做法啦。我家己较会记得的是，我进前伫咧访问的时阵有甲你讲过，我足介意二九妹即条歌，因为迄时阵你拄开始是拄出即个单曲嘛，就敢若一条歌的时阵，我就注意到即条歌，迄时阵应该是风调的款。我若无记毋着吼，那风调有寄互逐个遮。你头拄讲风调，我搁想一个。我知你伫想一个。我想讲，我硬去风调风调雾顺，毋是啊？风调雾顺。风潮唱片。风潮唱片。风潮音乐。嘿，就是风调唱片的即个因宣传有寄互我嘛。我讲即条歌有互我记得诚深所以我都有特别注意到即条歌，搁推荐互别人听。那后来因为你规块专辑完成，咱来开讲着遮个代志确实真趣味。讲实在，迄个时阵我的感受是讲，有一个我真介意的歌手的作品伊做出一个专辑，这个专辑本身嘛真个足奇怪奇怪。毋过安尼想起来，我一年半来的时阵，其实我的专辑还袂做好呢。对啊，迄时还袂，但是因为内底开始有几条歌会使听我嘛有放嘛，所以我讲你会使察觉到伊的一寡特质，即个人的特质，比如讲伊的声质啥款，伊创作的即个特性是啥，伊大概是行什么理路伊的一寡经历，因为恁之前嘛有一寡经历的资料，咱嘛伫咧即个访谈内底，其实嘛讲真侪你的为一个伫外口食头路的人，要安怎去转换成做一个歌手的身份，甲去学戏的身份你即个宽岛宽岛的经验啥款，当然我有当讲真趣味是，反正你爱讲足侪遍。对啊，我定定嘛会怀疑讲，你即个故事，比如讲宽岛的故事，你必须要一讲再讲，一讲再讲。迄段时间内，你感觉压身？因为即个故事你爱讲诚久咧，讲实在。其实我感觉
这个亲像有当时咧唱的歌，古早的歌声，我感觉就有当时就想讲，哦，唱甲足神。哦，你已经唱甲神啊？无啊，因为就是讲，专辑还未开始出的时阵，有当时表演就开始在唱啊。啊，是，嘿啊，啊，就开始唱，啊，唱1-2年安尼，啊，就感觉讲哇，我若会惊讲，我会惊讲我家己唱出来，会无迄个头一摆就成熟迄种开口，还是讲。感情无法度下遮深。嘿啊，我家己唱敢会感觉足无聊。敢若伫公司公班啊，就对啊。嘿，有淡薄仔会惊呢。啊，毋过有当时个毋过我应该是讲啦，我若是这个时阵足专心呢，专心咧感受即条歌的时阵，我就袂讲足烦恼这代志。就是因为譬如讲我正咧甲你开讲嘛，啊，阮佮讲我烦恼的代志，去死计算啊，佮有做少代志，啊，毋过有当时想到一寡足好笑的代志，迄若真正是足好笑的，嘿啊，所以就袂讲足无聊啦。啊，毋过你正甲我讲，你讲迄你烦恼的代志，啊，一工讲1摆，还是一工讲10摆，安尼1个月安尼讲几摆，迄个足痛苦。对啊，我伫咧想讲你，尤其宣传期的时阵，国宾安尼一直讲，但是。宣传期啦、募资期间啦，一直到唱片拄出了，你可能嘛会像真侪电台啦、啥个访问，一定拢会提起着即个经历。毋过我感觉有一个代志甲淡薄仔趣味，就是因为大概上一寡节目嘛，迄时间拢无共啊。嘿啊，有诶较短，有诶较长。啊，譬如讲我拢会看迄主持人诶访问诶问题，我就有当时我若袂记哩，因为代志足济。是。啊，伊若是凶问我啥物代志，我讲这我就想到一个我较少讲诶代志。哦，是，所以每一遍内底反射拢会个经着，还是回想起一寡进前伊可能你已经老狗去，无想着是讲。毋过介趣味诶。嘿，反正你迄个时阵感觉趣味，后来袂记哩啊，等个重新去想起来安尼。有诶，若是主持人，若是问无共款诶观点啊。是。无共款诶，因为譬如讲，有诶人讲，你感觉好耍个无，还是歹耍无？啊，若是有人讲，你迄钱是安怎赚诶？我感觉这个问题真好，开始甲恁开讲起来。是，所以确实感觉会出来，这年半这当半你的这个台语能力开始有大伫咧进步。我看你无啥伫思考，就会使一直出来，一直出嘴，一直出啊，确实定讲有效啦。是哦。你生活环境内底当时台语的比例有较悬是无？我本来就是学北管啊，阮孙晓叔这拢讲台语啊。所以你当然是逐工拢甲因浸做伙。系啊，因为阮逐工至少一礼拜爱4-5工。一礼拜4-5工，所以拢是甲因开工对谈安尼。嘿啊，最近是淡薄仔无用啦，所以3-4工，三四工安尼。啊，毋过有一个代志也足趣味诶，因为阮前几工是初1嘛，今日初3。甲新年12月初3，嘿啊，阮初115诶时阵，初1甲15拢会办仙，嘿，啊，阮一个老师嘛，就是教北管诶老师，伊真啊，要90岁啊，差不多应该拢。到讲话真正足趣味啊，伊就讲立信，我写那个百家春给你唱好不好？然后他没有像我讲那么顺啊，然后我感觉讲，你为什么要甲我讲？华语，你有啥要甲我讲台语？我就甲老师讲，老师，你会使甲我讲台语啊？你为啥爱特别甲我讲华语？伊讲就是百家春。我想讲，你到底是为啥？你得互我练一下台语是安怎？系啊，伊调袂过来啊。无，伊就感觉讲。伊应该是较因为老岁仔人啊，就是刻板印象，伊就感觉讲我是台语无好。但是甲你迄个师兄师姐讲话时阵，就是拢台语。伊讲，伊就甲我孙仔说，阮练百家春，伊安尼讲，就讲百家春歌词我写好了，你要不要唱？我想讲，你为啥要甲我讲华语？我淡薄仔袂爽快。有当时咱会讲，这听起嘛好笑，笑亏啦。当然，伊背后也是一个真数人较悲伤的缘由嘛。毕竟有迄款的安尼历史过来。毋过，确实有老岁人鼓嘴啦。对，有可能伊甲伊的孙仔讲话拢是，拢是讲华语。恐惊拢是咱讲越头前的即个镜头啦。对啊，所以我因为我真仔就是大概甲孙兄
师姐也是团长啊、团员，甲伊讲话，我尽量会拢讲台语啊。因嘛拢 OK， 拢会使甲你讲台语。嘿啊嘿啊，我著甲伊，我著甲因讲声笑，讲我台语有进步吼，有进步。应该较少出现毋知伊伫讲啥的情形安尼。袂，较还好，因为阮著是，我毋过有当时著是有一寡北管的专有名词嘛，嘿啊，阮著有家己讲，譬如讲，你咧拍啥物鼓界啊，念啥物古诗啊，还是讲唱啥物曲啊，爱用讲吹谱啥物调啊，嘿，安尼迄个较专业安尼。对，其实我真正嘛一直想要问你即件代志，你伫咧北管当点甲你的台语嘛变好？那即段时间来，你当半嘛，咱见面，恁之前见面的时阵啊，咱有讲起着你伫学幼考即件代志。对，那拄开始嘛是受到着即个幼考的吸引嘛，叫成着安尼。那这当半来，除了幼考，你感觉佫继续学着啥？我最近在学粗口呢。没人去看。毋是啦，毋是迄个查甫啊，譬如讲迄大花、老生，伊拢讲查甫，还是老段。是，但是你是安那你爱学着遮会叫嚣？其实是因为阮遮学北管的人愈来愈少啊。因为阮大概阮师兄师姐会晓唱粗口的人，甲唱幼口的人，拢固定迄几个安尼。较早会分对无？就是你是学啥的人？较早是会分呐。若甲伊的音节迄特色无，伊声质会做会到无？嘿，因为譬如讲我的声较尖嘛，所以我唱幼口，还是讲迄小声，就较简单。是。嘿，若是讲我要唱粗口，我着爱爱落。譬如讲我进前讲话，譬如讲我这样甲伊讲话，亚特，我跟你讲哦，我的声真正是伫面顶头前面顶就较尖，安尼就是它发声的位置是在头颅这边。对。嘿有当时我爱较沉。譬如讲你拄起床啊，就是就是困互饱起床的时阵，就会放互轻松嘛，放互轻松，迄声就较低。阮安尼用较低的声，我安尼讲话会较粗。嘿，就是我真有在学这个。为啥物要学粗口甲幼口？就是因为讲。因为我之前应该有讲过，我来学北管了后，我真学要6-7年啊。嘿，我一年就看到一个师兄师姐，还是讲一个老师，就安尼走去，转去啦。是。嘿，安尼伊真正转去的时阵，迄伊学的北管都是10几年呢。都是无啊。无啊。嘿，因为阮真会使唱粗口的人无侪。是。对。我就想讲，因为阮师姐因真若70几岁啊。嘿，伊就毋知。你阁有偌济当会使阁甲伊学，所以我就想讲会使先练起来嘛。虽然讲我真的声无够粗啊，毋过10年后我声应该会粗，较粗。可能幼口较袂起哩啊，无紧话粗口。对，因为方式是方法你找对了，发音的位置你找着了后，你就知影讲我刷来你会到啊，你的声就会较粗安尼。但是你个压力敢袂足大，就是因为像你讲的。可能当年拢会有人无得你。毋过我是想讲，就尽量啦，就莫想讲，这真正是要讲规个是我家己，因是若毋是啦。至少我来学北管了啊，我感觉讲我一个创作的歌手嘛。我想讲我会使做的代志，就是甲我看到我感觉介趣味的物件，用较流行的方式，互大家知影。对，记录是记录嘛，但是学习。这个基价是基价嘛，是无共款的代志。对，我着尽量啊，会使学偌济就学偌济，若是真正无就听哪里哦。你每一个生呢，其实因家己拢有家己的专点，家己厉害的所在嘛。若要真巧真学，咱定讲戏剧界有人讲八架交椅坐透透，你敢有捌想过讲？除了即个唱歌以外，即部分你嘛？其实，阮是中华内村员嘛，阮是文字局迄艺术保存团体。是。嘿，阮真正阮进前拢是团体安尼，今年有规定爱出艺生。是。嘿，阮今年我就是艺生之一。你算是艺生。嘿，今年差不多3-4月了后，我就要开始真正较认真啊，虽然讲进前会晓拍通告嘛，真仔着爱练安怎指挥
拍逐个，爱练习讲敢有法度分鼓吹，迄就是我的功课。嘿，4年的时间，一定会有一寡考验的时间嘛，对无？可能偌久，期中还是偌久，你爱阮就是4年啊。有逐年要爱学的戏出，爱学的bài子，爱学的迄幼曲。拢是照步来。你当时爱学着啥，学到啥拢爱照起工。有规划讲，阮4年，譬如讲要几出戏曲，几出bài子，搁有迄幼曲安尼，写出来了，阮就会照迄行。这成果到时阵是爱甲文化部嘛有交代安尼。文字局。文字局。对。伊就是半当左右啊，拢有迄委员来看阮讲验收啦，看讲你学甲安怎半年了啊，4年了有一个总验收安尼。嘿，毕业考。压力加足大。我迄等4年后才去讲，毋过真仔就是爱，我感觉其实若袂歹啦。虽然讲淡薄有压力，毋过因为变艺生嘛，所以你得较认真，家己当做一项真正爱学起来的物件。我之前就想讲我就是小可学的，有当时就嘻嘻哈哈想讲想讲无要紧啦，这无就躲在后面安尼，避伫后面安尼。毋过因就想讲譬如讲因就感觉讲你先会晓唱。我真正若是想要学，是因为阮书姐内底有一个70几岁的书姐，伊就唱粗口真正足厉害的呢。我想讲哇，这物件我敢有法度甲伊学起来。我因为安尼，我阁有去找迄唱歌的老师。你找啥个 ？Upsays， 你敢知？我毋知。迄是唱那个哈扣。就是唱金属的唱腔那种的那种迄个乐团的迄主唱安尼，我就找迄主唱甲伊学。你认为这内底有互通就对啊？我感觉有，结果我去找伊，若感觉介好笑。我旧年去甲伊学1个月尔，伊就甲我问讲，你是要来学啥物？伊就问我讲，你戏曲是安尼唱？我有唱互伊听，伊就感觉讲，这伊学袂起来。毋过伊有试看觅，我讲你这个方式不对哦，迄个声毋对。伊若感觉介趣味啦，毋过我就甲伊讲，我想要唱迄粗口。我就感觉我想要。毋过我有当时迄方式就毋对，我哪会听？我知影唱歌若是哪会听，就一定是毋对诶。我就甲伊问，伊就甲我讲，你一开始2摆到这样5分钟，你的声浪足悬的呢。老师，我甲伊讲安怎？伊就甲我讲安尼就毋对啊。所以我头拄仔甲伊讲嘛，你迄声就爱较低，较放互轻松。安尼讲话较粗。震动的方式就小可无共款，对无？若是讲这个声学起来了，我感觉有差。我真正有当时若是要唱粗口，若是要练粗口，狐狸莲花红，千年铁树开，上身来庆贺。迄个声是小可无共。毋过就是感觉讲，迄个声调，若是因为我真正声质个音质较查某，个较无法度感觉较低安尼。嘿啊，就可能20年后。我感觉讲，我今年啦，我会使来讲，比如讲，因为你头拄仔有讲，我这年外有想要做啥物代志安尼，因为我家己想讲，因为我进前就是一直讲，一直唱。然后最近虽然讲最近搁在办专场演唱会啦，毋过我就感觉讲，这年外要2年的时间拢一直在 output，我最近就想讲要 input。了解，确实是咱一直伫做演出，一直伫讲话的时阵，咱嘛一直想讲，我有物件入来无？敢若一直出去，你一直生产，一直产出，其实你无物件入来时，你会一款，规个人拢空去呢。一直出，一直开了呢。但是你家己的物件无过入来，这是最恐怖的代志。人会开始感觉愈来愈空啊。而且写歌阮定若是爱需要讲，我有啥物新的迄感受，还是讲知影有无共款的故事，发生伫阮的生活内底安尼。我当然听我讲，发觉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就是你目前的角色其实颠倒会变成是无共领域的人，无共专点的人，伫咧你的即个所在，伫咧
转换，你知影？伫咧连结做伙，比如讲，你为着要学粗口，你电脑去找即个属于摇滚乐团嘛，摇滚乐团就讲，伊才发觉讲，原来戏曲是安怎做诶，因诶即个右口是安怎做诶，原来我有法度做着啥，无法度做着啥，伊开始有法度机会去了解着戏曲即件代志，同时你阁有法度甲粗口诶真特殊诶物件，甲即个摇滚诶物件，甲结合做伙吼，反头你诶即个先辈即个师兄师姐嘛，同时了解到原来有一款物件听起来足差，但是原来咱有共通诶所在。师兄师姐袂去听遐对，迄歌嘛，因为敢吵死人啊！你拢无受过伊个本古吹吵死人，人嘛感觉你足差。系啊，迄是无完全无相像物件，啊，毋过迄意思若是因为迄音乐就是就频率拢足悬诶，啊，就是足差诶安尼。但是伊就是有机会伫你遮融合做伙，变成一个新诶物件。无伫较未来，你是即个先派顶级诶时阵，你做出来北管戏内底会看到摇滚诶影嘛有可能。伊戏曲嘛无可能，伊永远拢是100年、200年拢共款。其实有真侪物件嘛是代代伫翻新嘛，歌戏嘛是共款。其实我有想要做一寡翻新诶物件，我想要做台语诶北管诶音乐剧。对啊。我想要试看卖讲写一个剧啊，会使去国小内底去世界去做去表演安尼。对啊，去演出安尼，所以这是真趣味啦。就是我感觉即你的身份入来到北管乐团内底，迄个身份，甲一般过去来学北管的人，我想是无啥共款的。真正无共。所以伊有一个真大的重要性，我感觉是安尼。其实阮师兄师姐啊，有当时听我唱迄古早的歌声，佫会使安尼男做伙。伊若讲新鲜，你袂歹呢。因敢会听你唱歌？就是我讲你的专辑的歌。平常时袂。你有逼因听一个？无，有当时因为，譬如讲，要阮的喇叭要试音的时阵，阮团长就甲我的专辑放伫内底放出来，讲你的专辑哦袂歹听哦，可能半当有一摆。虽然成一人高官一地安尼。无啦，就是迄时阵就有阮团长有甲我互我赞助，啊，我就互伊我的专辑安尼。嘛袂歹咧。好，咱先歇困者，但是歇困之前想要来放一条即个专辑内底的歌，叫做《月娘》。咱听好了，那么转来再来讨论啥？那我会放这条歌。好，咱先歇困一下。是真正依你。月娘圆圆地笑，月娘圆圆地看，逐个拢伫遐远远啊看，温温啊笑，亲像妈妈。月娘啊月娘，你敢有在笑？
我是詹丽欣。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转来演唱会伫咧新历2025年10月19日，伫台中就要来举办，欢迎你来参加。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深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转来听到的是这个陈立兴的专辑转来的路，我会抢啦，转来的路的这个其中一条叫做《月娘》。其实《月娘》这条歌伫咧我顶一遍访问的时候，因为你也搁伫木珠吼，所以是无听到这条歌。对，吼，那后来专辑出来了，我有听，但是我真正要讲特别有感觉是最近搁重听的时阵，吼，就因为这条歌内底真趣味掺杂客语。对，这是我感觉较特别，就是你的歌大部分是台语，有少数掺杂华语，这我知影。那掺杂华语讲实在，这可能大部分人会感觉较无稀罕，因为这个咱本地都大家目前万不得已嘛是拢会晓华语，所以有当时有一寡伫咧做歌词内底会做掺杂啦吼，但是客语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哦。当然伊的比例无算足悬啦吼，是安那你有这个机缘去结合着客语来唱迄就是制作人P啊。因为伊之前就想讲，因为一开始迄专辑就足侪歌差不多5-6条了后，伊就感觉讲我的变化差不多就安尼啊，无啥物较趣味的物件，就想讲找一个人来 fit。伊就想讲，拄好伊拄着迄陈飞，是范陈飞，我毋知这台语安怎念。范新辉，范新辉哦，感觉比我较好念呢。范新辉，无错吼。因为陈飞伊是客人嘛，客人对吧？客人。其实我有当时讲台语哦，我有亲像官话呢。对，因为你有北管嘛，我北管带官话安尼。我人林，阮会讲林。是。好，重点。迄是讲因为 P.R. 讲，感觉找陈飞来合作，应该有无共款的感觉呢。伊就问陈飞讲，你敢有这个？感觉讲合作要试看觅无，伊就感觉足欢喜的，所以伊就足紧哦。阮的迄 demo 传互伊的时阵，伊就足紧就甲伊的迄歌词写出来。伊阮当作伊会写华语，结果华语也是台语，结果无，伊就写客语安尼。所以你无先讲好？无先讲好。伊 demo 传来，我感觉讲足趣味的呢。是。无，阮就安尼。所以一开始的时阵，阮无想过这条歌是做安尼。这条歌是我听歌了后，专工去看歌词。那因为咱就像拄仔讲的，咱其实为访谈开始熟悉甲咱嘛年半较加啊。那其实嘛有网络顶嘛有一寡互动啦，或者阮咱嘛可能彼此看着讲你最近咧创啥啦，创啥。那我伫听这条歌的专工去看歌词，是因为我毋知是安怎感觉讲伊这个描写真亲像我目前对你的感觉。就是讲，对我伫看你目前伫咧过生活啦，或者是专辑出了后的一寡经历啦啥，我会感觉就像歌词内底安尼讲什我用我的腔读啊，讲什么款的心情啊，点点啊过日，什么款的角色也是真正的你。月娘弯弯伫笑，月娘圆圆伫看。逐日拢伫遐，远远啊看，闻闻啊笑，亲像妈妈。我感觉你伫写词的时阵，定定拢会甲你的心境去做一寡对照，而且是会甲你生活当中的代志去对照。比如讲内底有甲妈祖的关系，有甲你学北管的关系，有你甲阿公，你想起着阿公的过去的关系，伊真侪即款的对照甲关系，人的关系伫内底，伊定定拢毋是单纯个人的心境，但是反头过来，即个对照其实对应的也是你个人的心境吼。像你写即个歌词时，是较少。所有的歌内底较少，我完全无提起着别人即件代志，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生命，即款的代志吼。我这真心敢若是你打来看啦吼。当然这是当时是你写，但是打来看，我感觉讲，确实一直有去对照着你
一直一路行来生活的方式。我毋知要安怎去形容讲，我家己观察到你对生活的一寡考虑，包含讲即届的迄个金曲奖2020毋是即届啊咧，应该是因为但是2020年2024年金曲奖，其实你的即个专辑是无入围嘛。毋过即个专辑，毋管是为伊的即个外包装到内底歌曲，伊的特殊性，伊的真侪方面，我感觉伊拢绝对有入围的资格。这当初是我嘛有看到你伫 Facebook 顶悬有大家讲一下你的心情。我感觉这个心情去对照到这条歌，伊有一款虽然伊有一寡丢伫，同时伊有一寡自我的安踏伫咧内底。我毋知你迄个时阵，比如讲竟然拢无入围即件代志了后，你有捌听翻头去听家己的歌无？我毋知。但是若要讲为你的专辑内底拣一块歌出来描写是讲来形容，我会感觉这条歌真适合。这条歌其实我若感觉介出名的，因为一开始这条歌其实无特别去放送，也是讲介绍互大家安尼。毋过伊伫网络面顶的迄流量啊。有比想象中的还多啦，比你所想的、所设想的更较济。对，想讲，奇怪，这条歌若无啥物在放上咧，亲像足侪人听的呢。是。结果才发现讲，其实有一寡人感觉讲，这条歌是有应该是有讲到一寡心声。啥物款的心情，啥物款敢有好好想过家己，还是讲有一个休喘的所在安尼，嘿。我感觉伊确实内底互人一款安踏的感觉，所以像拄仔讲，你原本的迄个设想的原型可能是写阿母、写妈妈、写阿母的原型，但是因为你内底你无甲放甲遮明显，你无像真正伫写阿公，阿公对，人去你面头前，行到遮来，阿公你知影，阿公你知影，阿公你会感觉伊就伫你面头前行来行去，足无用安尼吼。但即个歌其实伊是搁较婉转，搁较温柔，还有一款守护的感觉。所以我你看像我嘛专工伫咧即届专辑内底提出即条歌来讲即件代志，就是伊有一款互人感觉会安心的。因为你啥需要安心，就是因为咱的生活当中有真侪无确定，真侪对家己的疑问。我的作品感觉无够好，是安那无受到肯定，就是讲我的选择感觉有毋对。我相信所有的人伫咧人生一定拢会拄着真侪即款的代志。那即个时阵，当然人会使检讨家己，但是更较重要是你要安怎安踏你家己。所以有两件无共款的代志，当然我讲客语的代志，我是感觉真趣味。那伊嘛确实配合了真好，尤其台语甲客语之间有需要更较侪真侪即个互相帮忙，有更较好的关系会更较好啦。那第二是伊即个歌确实互人真侪即个安踏的感觉。咱今年毋是今年。旧年，大概到年初拢有即个问题，对吧？旧年5月的时阵，我想大家嘛拢知影讲，伫咧台湾的政治方面啥，有经历真侪即个风雨飘摇，真侪冲突，真侪互人不安，真侪无爽快的代志。那迄个时阵，其实我嘛有特别伫咧 Facebook 顶悬有写一寡物件吼。我想讲，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拢伫关注着即个立法院啦，或者总统府啦等等即款。内底真侪冲突，那迄个真无爽快。你新闻看足侪时阵，人其实足无爽快。那你会感觉讲，敢若过去咱真无介意无希望伊发生的代志，一直伫重演，一直伫重演。所以迄个时阵，我就翻头过去重新听你的专辑，对咯，嘿，我有伫 Facebook 顶有写即件代志，然后讲，像我迄时有讲，对我来讲。迄年就是旧年啦，金曲奖入围名单内底无你的即个专辑是伊的为主啦，遗珠之憾伊的为主吼。毋过我伫咧听内底重新去听内底你面对家己的即个，你会感觉讲就压榨的部分，或者是讲你的坚持，你学北管的坚持啦，或者是讲你一直去拍拼讲，我有敢有可能透过即个方法甲阿爸对话，面对即个冲突，或者是讲你要安怎伫咧信仰内底好好安踏你家己啊。这物件，迄个时阵，即块专辑其实互我真侪安踏的即个勇气甲安心的感觉。迄个时阵，我常常伫想讲，比如讲政治，有的人真关心政治，有的人无关心。我相信咱的听友，对政治一定是较关心的一定人。那你伫关心的时阵，你一定会讲，当时会感觉就无爽快的吼，因为而且淡薄忝。
嘿，就是咱到底还佫会使做啥，甲即个社会带向咱认为佫较好的所在。因为每一人的力量拢有限，敢若永远好似即张票对来了，就无我的代志啊！这是一个足痛苦的代志，对我来讲哦，所以。即个时阵，咱定定讲，咱要行，有的人是会选择讲，我行上街头；有的人可能生活工课有伊的困难，伊可能会讲啊，我来捐一寡钱，缴付一寡，互大家会使佫较好，会使行上街头的人佫较好。有无共款的人选择无共款的做法，希望用家己一丝力量，互即个社会会使看有法度就甲雕刻过来，莫互愈行愈走前去吼。那但是因为你会足无爽快，即个过程是足无爽快的吼，所以。即块专辑迄个时阵有互我即款的安踏，所以我嘛伫网络顶管其实有介绍大家讲，你若是感觉讲真正足无爽快，翻头来听，阿新和陈丽萍的即块对来的路，我感觉你会使得到安踏家己的勇气。我真若有感觉到迄安踏着我的心。听到你安尼讲，感谢。所以我有当时创作的人无一定家己随有法度感觉就即件代志吼，但是我嘛希望多趁即个机会吼，不管是互听还是互你了解即件代志吼。那咱拢会面对遮济无确定。那我相信这也是安那像你讲的月娘即条歌。伫咧网络顶悬伊收听数比你所设想佫较好，佫较济，大家拢伫找一个会使安踏家己的方法。应该是。对啊，但是迄个缘由其实是，反正你伫创作上，你嘛伫安踏你家己。其实我迄个时阵想要安踏阮妈妈。我咧想讲，因为阮妈妈就是规工一世人拢足无闲别人的代志。伊是一个美发师。是。嘿伊若是一个卖鱼仔的迄鱼贩嘛。足无闲咧。嘿我伊讲较早啦，自细汉甲即嘛。我想讲，当时你卖鱼仔，还像我讲鱼仔味，佫甲洗倒一个安尼。毋是讲这个代志啦。嘿就是真正的想讲。因为我之前有读迄女性主义。是。嘿因为阮想讲一开始阮爸爸甲阮妈妈因是离婚嘛，离婚时阵一开始我就想讲，你为虾米会做这个决定？嘿我若无了解嘛，去读迄大学时阵读迄女性主义的课的时阵，才知影讲原来是阮妈妈若是一个人，伊若是有家己的想法，因若是有想要照顾家己的想法，袂使讲迄是阮妈妈，就是我们好像要绑架她。嘿因为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我敢有法度写一条歌写妈妈因为妈妈就是伊是一个别人的某，伊若是别人的妈妈，伊若是迄美发师嘛，鱼贩，然后煞来个做迄机身。对，你之前有捌讲过，你妈佫是机身。对，伊是差不多11年前、12年前的迄代志。我迄个时阵看着是，我会淡薄惊着啊。嘿我会想讲，这个人是真诶假？我真正是文明的妈妈，那会拍伫咧遐。你淡薄因为迄个时阵拄到好是被虎爷上身。头一遍。应该毋是讲头一遍，是我头一摆看到。对，你头一遍看到伊启动的情形。就好呀。敢若是好。所以我就看你咧聊就亲像就是亲像鸟共款，有一寡动作安尼，我咧惊着啊。我想迄是阮妈妈嘛，迄文明的妈妈，那会到迄神社就变安尼。这是足特别的经验呢。一般人可能一世人嘛无可能经历过即款的。对因为阮妈妈毋是我自细汉就是机身嘛，是大汉了后才安尼啊。伊是雄有一天。有一天，因就向甲我讲，真是机身会创啥，我就讲是哦，就感觉讲怪怪嘛，真正看到的时阵会惊着啊。你时阵敢袂足倒弹，就讲你莫做遮个代志，你莫创啥，你莫创啥。我袂讲。我袂管伊要做啥物，毋过我就想讲安尼，我莫看到，我就闭起来，所以我就做家己的代志嘛，我就做歌手啊，还是讲创啥安尼，因为这10年的时间，因为迄个时阵就想讲，因为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写互爸爸嘛，就是爱写一条歌互妈妈，较公平。而且阿嬷记得。
阿嬷，我毋知后2工再甲讲，我这2工有想到这项代志。阿嬷你即马伫倒位？不过其实我阿公我这世人无看过啊。我阿公是阮爸爸3岁时阵就过往去。但是你有甲写歌？对啊，就是看到迄相片啊。2工阿嬷会来讨。无我有小可想到这项代志，就那是因为迄个，我就为着写互妈妈的歌啊，因为我就应该讲我写歌的习惯，我会先甲人访问。嘿，因为我有一寡代志，我想讲我要了解一下，是想讲有啥甲我想的无共款无，还是伊的心情是啥物？我迄个时阵我想讲啊，阮妈妈既然寄生已经10几年啊，我去甲伊问代志好啊，所以我就去找阮母啊，我就甲阮母啊讲，你有闲无？我甲你问代志，因为我要写一条歌。所以伊是需要起价。对，我就跟他。你嘛是头一遍做这件代志？嘿，我10几年无做这项代志。因为我一直知影这代志嘛，阮姊也有甲伊问事过，我完全都无问。嘿，我想讲我要了解伊啊，所以我就甲伊问事啊。你问了啥款？我是感觉就趣味的呢。有点灵性，比如讲，因为我正变妈祖的囡仔了啊，我家己去庙的，我家己有感觉。我会去家母陪，嘿，有较有缘的，迄什么我拢去家母陪嘛。所以我就惊讲，我若是甲阮妈妈问代志，结果我拢无感觉，安尼阮妈妈敢是假的？就那个心情就复杂，你敢知？我若是妈妈是假的，我是要安怎？结果我就甲伊问代志，问的时阵，我有感觉，我讲，安应该是甲我有缘分的啦。是送落来，你知无？是乌面山嘛。所以就是你歌内底有着乌面山嘛。专辑内底有一个乌面山嘛，迄就是阮毋是讲迄个乌面山嘛唱的。所以迄个人名是就是恁妈妈美顺哦，美顺，是安尼念美顺，迄是阮妈妈。恁妈妈本人名想，我迄阵听上奇怪，这个歌者是啥？是安怎变美顺？问事的时阵，记录落来。因为伊问事的时阵就趣味哦。我头一摆甲伊问代志嘛，问事啊。因为我问事的时阵，伊就起价了后，伊就开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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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伊咧唱啥我拢毋知。后来阮妈妈有退价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其实伊大概拢知影伊有唱，伊拢知影伊做啥物代志，毋过伊讲大概唱的拢无共，毋过啥物内容伊毋知。伊拢毋知伊家己咧念啥，唱啥咯。知影有即件代志。嘿，毋过就趣味啊！伊讲伊起价的时阵，这个旋律会唱出来嘛。嘿，退价的时阵哪会唱？就亲像主题曲啊，然后 end 有啥物戏机，我记得他一边这个退场的时候也有一个片尾曲。所以你甲记录落来啊？我迄时阵是三妈嘛，我就甲妈祖婆讲，妈祖婆，我感觉你唱的这足好听诶，我会使甲这录起来无？迄妈祖婆讲好啊。我感觉这真正介趣味咧！我就真正，我就甲这旋律，我感觉足好听诶，我甲这旋律就用起来。我月娘的第一句诶，什么款的心情啊？点点啊过你，我就是延伸那个旋律下咧歌内底。我感觉这较有意思啊！这就是比如讲，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之前就爱阿豹。是。伊有一条有一个专辑是叫《女人》，内底就有一条歌是一开始伊甲妈妈问迄古调，妈妈会唱古调嘛。对。然后我就感觉讲，这介趣味呢。我就想讲，阮妈妈伊唱的是，恁妈妈这已经毋是古调通啊改过来。其实我后来有问迄民俗老师，阮钟汉老师，老师我甲问讲，你敢有听过这？结果真正又讲，这是歌仔戏的什么调？我真正袂记哩。毋过我才知影讲，迄真正有的人，我去查才知影讲，有一寡机身啊，上身的时阵会唱歌。迄唱的自然就是，譬如讲就是迄歌仔戏的调啊，还是什么台湾歌谣什么物件啊，有的是念的，有的是方式拢无相像安尼。较在地化的心灵。对所以我才知影讲，原来有即个调啊，我就甲这在写伫歌内底，我感觉讲，这其实若是一个
记录啊。嘿，你即个专辑算讲是你的生命的感觉安尼。对，啊，生命就互我一个旋律，啊，我就甲这旋律写伫歌内底。所以我就会想讲啊，你看即个心性满满、心灵充满的即个专辑，出版了，但是伊无入围着即个金曲奖的即个肯定，咱一定嘛希望讲伊伫一个其他所在，会互别人看到嘛。因为金曲奖你讲伊是毋是一个一定？这伊认为就是上好的专辑，这无定对吼。但是咱拢希望透过作品出来，我拢希望透过任何的管道，互更较侪人看到咱的物件。对，你家己一个出版了后，经过一年多来，你家己有感受专辑出版了后刷落来咧，就是伊敢有对你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其实有甲我带去熟悉就无共款的一寡人，搁有一寡。所在，比如讲我什么奇怪的所在？因为你讲起来就恐怖的，什么所在？你去什么所在？翻成那是讲华语的，他有比我想象中带我去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不一样，遇见不一样的人呐。啊嘛是就懵懵渺渺。比如讲你记伫内底这年过来，我旧年有唱互蔡英文总统听呢。哦，这真正就是不得了。嘿啊，是不是？蔡英文不得了。你无想过这项代志，你哪有可能出一个专辑，啊，结果会使唱互总统听？啊，就近的呢，这1.5公尺，我跋一个岛，维安就要把我架走了。哎呀，跋到就哦咦，不知是要甲蔡英文掠走，还是甲你掠走？你是什么款的场合？而且就是文化总会会员大会，邀请你去遐唱歌。因为文化总会是国家等级的那个协会啊，他那个也会长就是总统。是。对啊，所以都会员大会嘛。我想讲哇，你真就欢喜呢。啊就向找你敢无足疑问讲，那向来找我讲要去唱歌？但是缘分啦，我感觉是有帮助呢。因为我2022年时阵就伫咧青山王记哦，没有是2023年的前年啊，前年去年真正是就歹记，2025年的鼠年啦吼，2023年2023年就伫咧青山王青山王遐嘛是做大型的活动啊，就去遐表演煞了，迄秘书啊，伊就看着我阮表演就感觉足趣味的。你讲总会必须？总会必须啊！阮叫必须啦。伊就甲我讲，邀请阮去文化总会会员大会。你的物件是毋是一直拢会有生命的缘分伫咧内底？你有感觉你的作品有一寡真特殊的灵性无？我毋知呢，毋过若是袂歹呢。虽然讲譬如讲我旧年安尼了后，刷落来我的继续唱嘛，因为我有迄文化总会，我那个音调有点抓不大。文化总会，因就邀请我去迄新丰衙，城隍祭。到位啊！霞海城隍庙，霞海，是。刷落来，虽然旧年其实表演无济啦，毋过感觉拢是较就是算是比较有质感呐。而且这生命拢在内呢。刷来就是因为我一直想讲，这代志就是讲我专辑2023年的时阵就出来啊嘛。我旧年咧一直想讲，我若是无翕一下 MV。无讲一寡宣传的物件，我就感觉讲安尼这张160万的专辑的安尼无去。都无啊，都敢若做专辑尔。因为即那的人若是敢若音乐，其实袂转去听所以因就爱有一寡 MV 有画面，因就爱看安尼我就想诶，我想讲想要翕 live session，live session 就是无钱啊。是，无钱就是翕落，就是讲，这个讲安尼。无其实我若足惊，因为一开始我有想讲要写计划嘛，因为进前专辑做的时阵有补助，我就请文化部的行销推广补助嘛。毋过因为这几年就是足侪大公司就开始在申请，所以。竞争的较济嘛，僧多粥少，就无签着安尼，语言友善计划呐无过安尼，我就足贪心的嘛。为啥要翕这现场的其实我想要办先，我想讲
我现的所在就是我的北馆的武馆，就是李春园，是，我伫咧李春园的门口现，我搁邀请我的信用就是老大妈，来看我表演安尼，的老大妈来现伫咧 MV 内底，嘿，搁邀请谢金王爷安尼，有一点像酬神呐。我就想讲，我若是这项代志无做，我就感觉这个专辑就真正无啊，都结束啊。嘿，你无可能讲，我迄 MV 办迄演唱会，甲别人讲大家好，我来办演唱会，这专辑是2年前的专辑，嘿，感觉足久的安尼，我想讲好，无来去问妈祖婆话，因为我是一个对家己无信心的人，我想讲。无我自己没办法做决定，无我来问妈祖婆，我就去中华妈南窑宫遐，我甲妈祖婆拜拜嘛，我就问讲，妈祖婆，我最近想讲我今年想要翕一下 live session MV，我人问讲，嘿，我问讲。若是10月3号，因为迄个时阵我有问我的乐手，佮有问迄bản身的演员嘛，因差不多有7-8成的人讲10月3号有用。所以你问新明反问新明，其实嘛是真实际啦，但是还是拣一个大家会使的时间。无，因为我应该是讲啦，因为我知影我。本来就想要做这项代志，我就在问大家的时间，大家拢甲我讲10月3号，伊先甲我讲10月3号，我在考虑这是要翘啊，要忽略啊，不要忽略啊。是。我就去问妈祖婆的时阵，我才问讲10月3号，大家讲有用啦。若是你感觉会使迄天翕 live session 哦，互我一个圣杯，圣杯呢？害我惊一条，我说圣杯真正啥物人？我来开始咧，佮想要怪妈祖婆。妈祖婆，你是讲真啊讲假？就讲你看导演啊是啥毋知啊，迄制片啊毋知啊，佮有迄是摄影师啥物音响啥物拢无吹呢，人拢还袂到位。嘿，结果李春元10月3号有用无用，我若毋知呢。我就甲你问一下时间，你就讲好。你是毋是凊彩甲我应的？结果我去甲伊问讲，无安尼啦，你若是感觉讲10月3号会使吼，正式会使。你互我抽一支签好无？你有抽签？嘿，伊就互我一个圣杯。我讲抽签哦，好啊，安尼我来抽签，我咧伫遐抽嘛。咧签诗一摕起来，我硬去签王。你抽了签王？嘿，迄面顶就写签王2个字。签王哦，是我就第3摆问妈祖婆，你讲10月3号翕 live session 会使是要看这支签王哦？若是你讲是这支安尼，互我一个圣杯，就互我圣杯安尼。所以你连续3个圣杯。嘿，签王就讲，就是爱谨慎行事，较认真的，代志就会顺利安尼，爱添油香，添油香。对。我就讲妈祖婆互我送圣杯，好，我就听偌济。无听偌济。我想，这个意思不是讲加天挂，就保庇你顺心。我就豆听啊，豆听嘛。反正我就是不时的去拜拜，有代志就找妈祖婆嘛。嘿，我就转去我的办公室了我就开始甲大家讲，阮10月3号要翕 live session 哦，时间爱先留来，看讲是要安怎请呢？我想讲我要翕 live session。我家讲了，我就想讲live session 煞来要创啥？我要找制片，我想讲我同学是制片，较早大学同学伊今年若最辛苦，伊今年翕电影的其实较无啥物工课，嘿拄好知影这代志，我就问伊讲，你要来做我制片？讲好啊，伊就想煞问我讲，你导演找着无？我讲我想讲，我跟想看嘛，伊就讲伊有熟悉拍摄少年的迄 live session 迄导演要来介绍者，讲好啊，然后我就给你教位啊，结果伊就来我就想讲，安尼我 MV 是毋是家己一个人翕淡薄无聊，想讲要找一个迄嘉宾嘛，我就想讲，月娘这条歌拄好有一寡流量，我就问迄陈飞啊，我就甲伊问，起手式就是。有歹势，淡薄临时临哦，毋过这个是妈祖婆互我送的圣杯。你迄阵离要演出偌久？10月5号的时阵。所以1个月无够，无够1个月。10月5号，我就传来互迄陈飞嘛，我就甲伊讲，安尼毋知你10月3号有闲无？
嘿，啊伊讲那会遮好笑，哎妈祖婆互你送来圣杯哦，伊讲好啊，后煞来哦，结果阮就足紧的哦，啊阮想讲啊，其实啊恁拢爱翕 MV 啊，你 MV 翕了了啊，放出来，就感觉讲应该爱办迄演唱会啦，若是无办就可惜。我就想煞，这两项代志我就甲做伙。哦，足紧的呢，啊，十月3号迄天，哦，阮有50几个人伫现场，嘿，啥物人，啥物证件足歹瞧的人，拢瞧好啊。有一项代志若足趣味的，因为我感觉妈祖婆真正有为伊的3个圣杯伫拍拼。伊嘛是爱甲家己名声顾好的对吧？无，因为淡薄仔趣味，你有印象11月佫有一个风台无？11月1号，迄时阵啊，因为阮的制片就甲我讲，迄个风台天来呢，啊是要延期无？我讲无，妈祖婆讲即天。有一项代志足趣味，是因为阮雷春湾遐头前嘛，迄就是一个淡薄仔亲像庙埕的所在，前庭的所在。啊，阮迄个所在，阮边仔的迄厝边啊，伊其实有一寡盆栽，伊迄个盆栽啊，伊平常时就拢伫囥伫阮迄庙埕头前安尼，嘿一排两三排安尼，嘿啊，阮团长迄个时阵有甲我讲，你要翕 live session 哦，你爱特别甲伊讲啊，迄那个盆栽啊，甲伊收起来，刷照嘛，嘿爱甲伊刷起来，啊，结果我袂记啊，完全袂记啊，啊，结果11月1号的时阵，毋是风台天嘛？啊，因为迄天我著去扭迄舞台嘛。我扭迄寸石的时阵，一看，对吼，我袂记讲迄盆栽，啊，毋过我去的时阵，伊拢收起来。为虾米？因为风台天来迄厝边拢，大概拄着风台，伊就会甲这收起来。万事拢甲你遮蔽啊，就对啊。妈祖婆，有知影我这样代志收济，叫我袂记住。妈祖婆这个家己名声顾了真好，惊讲你到伊失觉菜，我家己来较紧。啊，结果我就甲迄大隔壁迄大哥甲伊讲，大哥，啊你迄盆栽你就先不用移回来，啊，阮就翕了后，阮才甲你斗相共。伊讲无紧，你就翕了后，我过阵间我就甲伊刷转来。我讲好，安尼你就毋免甲刷，无紧。我感觉哦，这个想若是介趣味呢。系啊，你这真正是真侪物件，敢你当然嘛使讲这是巧合啦。对。那有当时咱家己心中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互家己会使更较安踏，是有信心的一个动力。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代志。对啊。真侪物件你真歹解说，伊都是遮尔拄好。对。有当时咱都是惊讲真侪。遮人安那，遐人安那，什么时间袂使，拄着天气安那，奇怪，就是拄啊好，甲你斗做伙。对啊，毋过讲实在话啦，因为你头问讲来钱咧，其实我真正是无钱，所以我真正就是，我就开始问哦，四界问，我就想讲，好啦，妈祖无互我勇气，我就开始问，我真要找赞助，就是小额赞助若有啊，然后大额拢会使问拢问安尼，真仔差不多30万，嘿，毋过因为目标80万嘛。是，毋过就是就认真的想讲，阮相信这样代志会使完成啦，因为妈祖婆就讲，你就是办落就对啊，嘿啊，毋过我是感觉，其实若是有进度啦，嘿啊，就是毋管怎，虽然压力淡薄仔大，毋过我就知影，我若是无做，我一定会后悔。咱的听友脑这个出来平常是有伫拜妈祖的，到遗弃妈祖的名声，然后在条假户会使帮假户，然后你家己去找啊新的粉专，伊的 Facebook 你家己去找啦。OK， 会使甲伊直接看卖吼，有一个大金额大小，我感觉这不论啦，有当时是一个心意甲祝福。对。当然，更较大的祝福应该就是来亲身来去参加演唱会嘛。你目前的时间，我知影台北场已经结束啊，对无？对。那续来还有倒位？高雄甲目前剩高雄尔。高雄还有台中迄天是我的生日。哦，你生日本40大寿。爱要加你讲是安那？哦，这两天时间，互大家知影一下好不好？伊是1月4号伫咧高雄义满渔。新历的正月初4，所以大家可能高雄的袂赴。那另外一天是台中
1月19号。另外就是新历的正月19，那大家有趣味会使去你的 Facebook 顶看，应该看得到。时间拢是永暗的7点半，拢是暗时7点半。毋过其实台中迄场哦是较大，因为就是找足侪人做迄嘉宾嘛，就是 party 嘛。嘿啊，咁会使透露一下即个有什么款的来宾？我的制作人 P 啊，甲我邀请来，搁有迄倒老咧，走手队是安尼念嘛？对，倒老在走手队咧会上，因全部来啊。无两个，因为时间都巧。大两位。怀帝跟Henry。即个伊在进前嘛有来节目，怀帝是也无来甲阮节目过，伊在是有来过啊。搁有阿家。我专辑内底甲你做伙嘛有 rapper， 伊算讲是即个目前你公司台语台嘛有主持节目嘛，大家可能会较知影，那应该有真侪趣味的。搁有陈飞，范陈飞哪会来？你哋做伙合唱即个月娘，对，大家会使先网络听看卖听好了，真正有机会，真正会使亲身去到现场，然后台中的听友嘛真侪，那台中人。那有这个机会，台中的倒位啊？The Space 展演空间，伫咧台中市区。伊就是洪家附近，文心路跟甘肃路。安尼真市区安尼。你真正知呢？我知，我伫台中踮过一段时间，大家也知影吼，较市区的所在，我3不5时会去一个，所以大家有机会去遐行行看看听音乐我感觉应该会受到即个妈祖的加持。有啊，我相信我的听众，我的粉丝拢会受到迄妈祖婆的加持。你有想讲留一位互妈祖无？直接甲请去现场。我来跋杯问看卖。你甲跋杯问看卖，无你甲伊亲身来。我来问看卖，因为其实我遮搁在想一项代志是，妈祖婆若是来，我们来办仙。那照啥办啊？重点是讲，若是办仙，就爱邀请来春晚的人来。当然嘛该来。生日就是爱舞遐大就对。这但真正舞会着，大家若舞会着，迄场真正是趁饼的咧。等者，我遮搁无确定是要做迄场代志无。拼命甲下大官，但毋是我伫做啊。无安尼啦，恁若是节目吼，有人寄付，你真正寄付较济，无我再来瞧这项代志。有当下经费嘛，确实是来思考的代志啦。因为若是邀请孙杨师弟来，若是有交通的问题搁大家来，我想讲，我是惊讲伊麻烦。你先甲即个妈祖跋杯吼，妈祖若点头讲伊要来。你既然人都要来啊，咱一定爱办先嘛吼，即个钱项的代志，妈祖就斗帮忙。妈祖是欠我足侪钱的，伊会搁较出力，我甲你讲。妈祖欠我足侪钱。妈祖想讲，即个那只废气啊，你早知无甲你印啊，袂付啊吼，你既然就印啊，就印啊。无，伊就认真的为迄个三先辈负责。对，有伫负责吼，所以我相信钱项的问题嘛，免过伤过烦恼啦吼。当然，大家若是很有意愿意寄付，甚至讲你愿意买票去看表演、看演出，现场听歌吼，现场去感受到即个，尤其我想。旧年以来到当，大家一定拢有真侪变动的这一年吼，大家心思大家心情其实拢有真侪即个不安真侪波动，那会使听到遮个安大人心的歌，而且献功穷满，妈祖庇佑的即个演唱会，我想应该会对咱真好的安大。好啦，咱的时间嘛差不多啊吼。那唔知大家对这集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集内容听了有介意，或者有什么款的指教和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给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写落下个蓝色分数，番一寡鼓励和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也使看到我这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蛋糖钱来鼓励我做我这创作，买使点下 Show Note 的碎片可以赞助连接网链啊。寄付是随意，生意食水甜，人生表示味道非常嘛开。无论怎样，就拢感谢你的支持，咱咧今日咱就到这咯，拜拜。拜拜。一步一步行过乡路，听着我的心愿。一步一步行到客馆，舞台顶将先出来。一步一步不惊辛苦，咱总袂知，摕着嘴笑面啊，冰上的滋味。来哦，行一摆心内体动，敢若这个囡仔有安尼记忆。来
特别感谢家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恰拉黑恰拉、伊文、瑞琪、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高啊。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营汤华新、价码斗助阵、挂金甜美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我们更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我到时甲看心情，看气持，经一条。我头头想讲，你安尼念拢袂喘气呢。会啦，嘛是会换开。我想讲只是念较紧，所以较无遐明显。亲像阮在饭古吹共款，阮在饭古吹拢无断的呢。你要试看卖哈？无，我无法度。